桃园机场有一台国光客运半暝1点半左右要往台北，结果刚出发，就伫咧挖角弄到壁挡风玻璃是规个脆痒痒，车顶31个旅客全部拢送病院，好佳才干那轻伤。初步了解，这个驾驶是无超时工作、无违规的记录，到底这事故是安怎发生，也搁来调查。玻璃全部脆糊糊，直到透早1点35分，桃园国际机场第一航厦巴士客运站出口的所在，发生国光客运119路线巴士自动的事故，造成车内旅客受伤。好佳在详细大部分是车伤甲离伤。现场对驾驶实施酒精浓度测试，酒测值为0。详细肇事原因及责任归属尚待警方调查厘清。现场还可看到规涂骹的脆玻璃。事故的时阵，国光客运要为桃园机场开向台北，不明原因伫等月的所在自动车道壁，车顶旅客31人，本国籍有9人，外国籍22人，包含韩国11人、日本4人、缅甸4人、法国2人，加马来西亚1人，分别送去中京、人民、连心、保利桃园甲经过闽城等国境病院。31名乘客没有一位住院的，有些擦药完以后就通通都自行离开了。今天看的那个门诊的费用跟医疗的费用，通通是我们公司会全数来负责了。国光客运表示，车的车籍、驾驶员驾照正常，驾驶无酒后驶车情形，确实原因要搁调查。公路局也表示，监理所已经到国光客运进行安全查核，驾驶无超时、无违规记录，但业者无善尽管理责任，会罚9万高吊扣部分车的牌照。公视新闻桃园报道。